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什么？来读这个龙德山。龙德山这个小说，我感觉应该是咱台湾人拢会使来知捌的一个人物。台湾当年蔡信伫1899年出世，迄个时阵已经是日本时代啊，所以头一位路易斯算是台湾人福气，敢会啥尼讲？我毋知，总是我感觉这是咱台湾人应该使来知捌的一个人物啊。网络顶悬或者是台湾对伊的理解了解，敢若无遐济。当然我无确定，东方白先生甲伊访问了后写做小说以外，敢也有其他的资料留存世间，这我毋知影。总是咱应该会使来知捌这位人物安尼。所以东方白先生这个小说是咱会使来甲理解了解。当然，那迄个啥，戏出是较精彩啦。所以明是伫2000几年的时阵，有甲即个龙德山翕做戏出。戏出内底就是该使用什么语言就使用什么语言，可能嘛正做台湾漫游录未来要戏出变做戏剧时阵一个不了重要的参考吧，我咧想。好，安尼咱就来读即个龙德山的第2部德。第10章是 Tony Stark 和台湾啊，继续来读第7集。我拍算要甲迄10几页看吧，14页看会使今仔日就甲读好煞吧。啊，当然我咧读的时阵，拄到一寡字词无确定的时阵，我就会去找台语，找看有啥物字词会使甲迄个中文讲做台语无？因为这是台湾人的悲哀，明明是台湾人的故事，准讲毋是用日本时代日文写，无嘛应该用台文写吼。结果东方白先生煞国不理中爱用中文写，这好，我得到罔参考啦。第7集，伫咧新德市离仙凤庙2段路的过里有一间日本人开的册店，叫做清水书店。毋但有卖日本册，也有兼卖英文册，特别是一寡新册。便一个送到店里，店主就咧门骹口打广告，通招人客来，吸引袂少大学、中学的学生。当然，便是这个学生当中的其中一个。便到新德市，伊就会当徛伫册店看规部拢袂忝，而且大概若转去到部落本，也总是爱按清水册店买几本啊新册，转来厝里看。因为最近对佛教非常有兴趣，即天来到清水册店，就伫咧店门骹口的新册广告顶悬，看到3本新出有关佛教的册，一本是木村太贤所著作的《解脱的道路》，解脱，我毋知伊个解脱日语要安怎读，米奇，跟你米奇吧，我毋知。这个毋知百几年前的一本册，敢会有真正实体的册啊？你看我要，不过安尼哪读，可能会读袂赴吧？甲循环读袂赴，我毋知影。我的电脑敢若无爱插歌呢。有了啊，册无？另外一本是《Dwight Gooda》，DWIGHT， 我也读了。Dwight Gooda，Dwight Goddard，GODDARD 哈，Dwight Goddard， 编辑的《A Buddhist Bible》，佛陀圣经哦 ，Buddhist Bible。毋知。
解脱之道，我咧摇应该是解脱之道啦。对，当然，这个百几年，无呢，可能是因为真正伤久啊。安尼看作者伊啊，木村太贤，木村太贤。所以有当时就是读啥物册，就是用啥物语言，就一寡。本课里有一本根本佛教解脱道论，正百年来，这个应该是用中文写的。然后台湾大学有一个佛学的所谓读书，1949年啊，1949年9月2009土 Q， 所以敢若这样，台，我无确定安尼敢有这个物件咧，我先留一下记录一下。真正，我的手甲电脑真正连做伙。解脱之道，当然有可能都爱解答。第三本，Urban Baby，Urban Baby， 所以我看有影，过身90年的纪念版，就拢是伤紧啊。拢是伤紧啊。所以可能我应该嘛会使来甲伊分享伫迄个 YouTube。电脑抄一个小版啊，晓是安怎？对袂着我的想法，但是我的网络走去啊，无咧应该 OK 啊。这是不可能册，然后伫 YouTube 要打一条。来源，莫讲一直咧讲一个世界安尼，讲一个文字。所以这本 Amazon 顶管嘛有诶，有咧卖。所以其实你去迄个啥，Amazon Good Jakarta，点者想想，算有人咧读一本。来，第一本，Lady Buddhist philosophy， 无迄个版权的问题，就是正做property， 就是 public
publish， 我唔知影。我看下即个，好，安尼我分享即几本的册好啊。你 Internet Archive， 所以其实伫海外有人伫做即个叫啥？甲人类知识上网，称做公共财，或者是称做公共财知识，甲伊上网公开安尼，敢若是安尼款。结果伊即马甲我讲有问题，无爱我念去。可能你好，只要按下咯。当然的 A plan， 这个按 A plan 变载性格，照处类推，就会到 B plan、B double plan、B triple plan， 乃至 C plan、C double plan、C triple plan 等等。这个表顶悬 A plan 包含 A double plan 的业，到 B 的时阵，因为依次类推，伫咧这个图当中 ，A 进到 A plan、A double plan、A triple plan 是表示讲现世，即世。啊，那 B 就表示第三世。每组之间的箭头是咧表示讲，一旦经过转身了，就拢总消灭去。但是潜在性格的业继续依然悠然相续，一直到永世。要安怎讲？我看卖若成功，我家己弄做汉字咧。当做中文来查，看看伊会互我啥物货。涅盘，好啦，涅盘，伊迄是一个音译的啊，涅盘。无送开的涅盘。啊，台湾锁定历史店甲 Mary 送开无送开无什么精彩。A Buddhist Bible 佛教的圣典是集合佛教主要的几部经书的英文翻译，其中上重要的有《金刚经》、《楞严经》、《楞伽经》。这个《金刚经》的中文译本当然无偌久以前才有读过，因为文字的隔阂，敢是隔阂啦，隔阂，嘛是会使啦，看你有放空思维这种读法。扣角隔空，扣角隔空。放空诸北，7分7。Q 给，所以当然教字读给，啊那这字咧，我若要甲伊放空主白来读。看伊会互我隔阂的事无？有无？照遐个网站真正拢找无。一个，好来，我甲伊分享一下。
这个，安尼怪怪安尼，就5年才出版，啊，搁东方白煞伫咧1920就讲到这本册，安尼敢会是另外一种假翕？假翕5字母。现主是读英文一版，因为文字真明确，就雄雄魂魄月娘来，感觉拍打下落。结婚莫解婚莫若爱，征服自己的小人，胜过征服世界的大帅。胜利温良修婚，无生无负天下平。色是不明，伊甲伊，我讲伊这用，伊甲伊讲我做中文，我感觉怪怪。伊做汉字可能较差不多吧，啊是伊读的诗句了后，青哦，伊甲它做青这个，青死啊死应该是第二，伊甲伊讲第二条的死啦，第二条的死，无第四。生是不尽苦，志若有，志乐莫若即。世无无病之人，定密也病，喧嚣也病，萧言也病，多言也病。劝无千夫指，赞无必腐败。劝这个劝吧。因为日暝拢浸伫咧佛学和文学当中，有一天义婆啊，名甲号做病中10讲，逐日甲闪过头壳内的念头记录伫啲和平安宁的日子，就敢若佛陀。破病时阵，摕伫咧眠床顶，确实想影无聊的代志，那无爱啉水气啦吼，去哦，可能食。咱人是偌尔悲哀，大部分的时阵是去互即份忧果，去互过劳来苦恼。当身体挡过疾病的时阵，心病煞来搅扰。敢若无病体又阁无心病的时阵，又阁互世俗的欲望来苦恼。咱的生活差不多无甲一日无去互苦来困扰。唯一安宁的方法，乃是按宗教，或者是将事有益人类的事业当中得到解脱。咱人是偌尔可怜，对家己的身体一无所知，就敢若对一只价值连城的古早花杆相款，用的时阵毋知伊的价值，一旦识破了才知影，如今煞无当挽回。为时已晚，袂赴无。这两者之间煞无任何的桥梁相接，无工课个人痛苦，有工课煞无法度去做，是更加痛苦。这件茉莉花伫咧菩提树下，苦做6年才得到。阿难经把养病的时日当作是修心养性的期限关。举目一个看，世间大就敢若行善，才会当互人袂记你遮的烦恼和痛苦，进一步互人带来一种和平安宁的快乐。逐个人拢无聊，逐个人也拢互病来苦恼，每一个人拢因为想到死亡才忧郁，毋是干那你尔。但是重要的是，你袂当像每一个人相款，同款无聊，同款痛苦，同款忧郁。你总是应该尽你的力量，做一寡有意义的代志。
通来排解你的无聊，袂记得你的痛苦，克服死亡的忧郁，进一步带予家己无限的快乐。所谓宗教家、思想家，伫咧显世进前，拢经过一段真长的寂寞和沉默的日子。这日子，互伊认捌世界真面目。啊，若悲观沉思，最后找到解脱的方法，又搁入世，积极为人类服务。无一生幸福的人，会当有益人类。忧愁郁闷是生息一定会经过的阶段，只是有人量早过，有人较晚过，医疗阁毋捌经历过。万事万项头起先就是家己的健康，若无健康是要安怎发展你的博爱？若无健康是要安怎发展你的博爱？搁较免讲是要帮助别人，并凡创造新的理想，完成大事业。平常人和病魔拍少年之美，互人感觉无上的和平和安宁。伊才会当流传落去。可要讲《道德经》，可要讲无简单。我伫个时阵未为时已晚，盐到酱米，人客来才要扫地。过外线，过工空，这个物件呢，倒是拄食迄个，这两个可能会使学习一下呢。过工空。我安尼读伤慢啊，看袂来。安尼第70、第80安尼。我会读较紧。一心无有的乞食，也会当互一个一无所有的乞食变做拥有万物的皇帝。物质无一定会当改变内在的心情，但是心情却一定会当改变外在的物质。毋是文学家介意画红啊、涂鸦，伊是甲伊讲做涂鸦，毋过涂鸦敢是无共的讲法，是伊讲毋是文学家爱做来做去，实在是因对万物太敏感啊。若无甲吐出来，就一郁成病。所以就讲文学乃是美化的病例，也无消过。敢是支持？互你好素，画豆腐啊，戆人，戆呆，豆腐啊 ，Mary 好像Doodle 是 Doodle， 好啦 ，Doodle 看有影。Doodle 涂鸦。Doodle。乱做，看病痛苦，
颠倒是因苦得乐，佮想看觅啊，佮想着讲破病了会当完全甲写出来。那安尼，忧郁的病根毋若是袂当继续滋长，颠倒是米甲无影无食，忧郁就不知不觉全好去咯。破病会当带来互人诚侪好处，互人沉思，互人成熟，互人去念佛经、圣经、可兰经，互人找到人生的道路，互人了解人生，互作家写出澎湃的作品，互作品会当深入，互人了解身体，互人规世人运动，互人救己救人，互人的精神升华。上深层的思想产生伫咧上痛苦的破病当中，这是伊一个感想就对了。那应该再继续甲吹落去。第八，婆罗门养一年的病，这个养病干嘛咧讲？养病啊，对啦，我定的动作安尼好啊。当然，伫咧婆罗门请养一年的病，当伊的气质愈来愈好了后，伊也一工一工矍铄。我觉得矍铄真正即个中文字词，一般是拢讲老人啊，还是讲你讲翁姑恰是哦，敢是安尼？铄啊好，无声气啊，啊了嘞，真害。哇塞！安尼个人才有违反，有无？安尼嘛，所以真正是无小心，佮去落去。枕头伤大支啊，不饲着安尼，真害。好，身体真好诶款，好起来啊！真正无即字诶，无即个数。身体渐渐好起来，就要用来形容老人。瓦塞达大学读册，开始专心一意研究家己介意的英国文学。伫咧迄种充满人性的瓦塞达大学校园内底，当然头起先着窜入去白蕊、雪莱、Yeats 和一寡乌边诗人的诗的世界，由即个浪漫主义进到理想主义。由即个神秘主义，然后变上帝主义，伊开始伫咧二人的诗和戏剧的领域，家己伫咧散步、漫步有当阵啊，豆豆仔行还是安怎？看卖漫步。漫步云端。拉蛇，老蛇，散步，行咖啡，行线，我若行我若蛇，行咖啡。
行线、散步、蛇、行骹花，也伫即个领域伫行下花。间伊沉水伫咧 Yeats 和 Hosman 的诗 Lady Gregory 和 Synge 的戏剧，布拉格新笔的作品有甲伊吸引。Goldsworthy 的社会剧，互伊痴迷。Shelburne 的口水剧，互伊真惊喜。最后，印度的诗帖泰加鲁的歌颂集吉他正里，互伊叹为观止，叹气到袂得煞哦。叹为观止，叹为观止。敢是安尼讲的？叹为观止，赞叹袂煞，学了袂煞。敢无叹为观止。而且用另外一字，伊即两字叹字，敢若叹为观止，伊两字叹真正用无共款的叹安尼。学了无对比，学了迄上好无比止，学了甲袂同质，因为伫咧读 Milton 的《失乐园》，蒂斯当然对希腊文学和希腊神话有兴趣。尾啊，阁因为上课的关系，伊又阁读 Sainsbury 的英国文学论、Girl 的文学评论、Gosse 和 Woodberry 的论文学。当然，有一位教伊英国诗选的教授，或者莫古博士。莫古博士本身也是一位诗人，伊毋但伫咧课堂当中教诗，而且阁伫咧课堂，阁咧下课了组织一个诗社，邀请一寡教授和学生来参加，共同研究英国诗，而且鼓励社员写诗，伫咧会上朗读，叫大家互相欣赏来批评。莫古博士阁家己办一份文学杂志，甲社员的好的诗摕去杂志发表，当然也就是即种诗社的其中一名社员。伊伫诗社里是一个真活跳、人缘真好的学生。但莫古博士真介意，其他的教授也真介意。伊的英文诗就定时常和郑教授的诗做伙发表伫咧莫古博士所办的杂志。当然，定定去到莫古博士的厝里行动。除了定期伫咧莫古博士厝里举行的诗社活动以外，莫古博士本人又阁真好客，因厝的门定定就开咧，欢迎每一位学生来因厝里的开讲，或者是来献因厝里私人图书馆的2、3千本册的藏书。除了遐个看袂完的册，莫古博士又阁收集了几100张的 RCA 的古典音乐唱片，有一大部分的大喇叭手又发条的留声机，放伫咧图书馆隔间在人使用。当然，便若甲话讲煞，甲册看忝，就家己一个选入来即间音乐厅来听唱片。伊听过贝多芬和 Schubert 的所有交响曲，听过肖邦的钢琴曲、米扎的卡门歌剧和 Vivaldi 的地花女等等的歌剧。但是伊上介意的还是迄一套世界小提琴独奏的名曲，这拢是小提琴独奏的底曲。
由钢琴伴奏，佮有德波扎的笑开曲，马斯内的忧思曲 ，Human 的梦幻曲，蒙德族的失之歌 ，Dora 的纪念曲 ，Beethoven 的春之声 ，Hubert 的小夜曲和圣母颂，以及 Gregor 的Sonifici 之歌，即敢若定情 Sony。即最后 Sonifici 之歌虽然毋是由人来唱，是由即个小提琴来演奏，但是便若听到即种遮尔熟悉的旋律，迄种埋藏伫咧记忆深深所在的歌词，就悠悠啊响起来，袂输是人咧唱共款。春天不久留，秋天就要离开啊，秋天要离开。夏天花会打脸，寒天叶会衰，衰味的衰哦。冬天叶会衰，冬天叶会衰，所以当然就想起过星期的秋声，又搁想起春声，想起水声，不知不觉，目睭就开始慢慢啊雾起来，伊活塞嘛。最后一站来台湾，再来想煞。第9站，迄个活塞达是早稻田啦，我是知影伊会读做活塞达，因为迄3字，我就讲人迄日本是活塞达，伊将来就无早稻田，将来就无早稻田即种名字，所以就我知影是读活塞达。伫咧东京，伊敢若甲你甲迄个村上春秋，村上春樹吼，共學校了。伫咧東京活塞達大學嘅幾年當中，當然並無去甲遠島旅行，伊就敢若對大學裡嘅同學，伫咧東京附近有幾擺啊短途嘅旅行。伊去過鎌倉看過大新嘅動物，因為真興小說金色夜車嘅名，就去甲阿達米熱海嘅海岸線受水過。以後爬過一屆富士山，以後去過日光參觀出名嘅東條宮和花園牆。因為伫咧波羅本嘅莊卡大漢，當然一出世就真禮拜日就腳踏車踏咧市區嘅公園去納涼。大學東邊嘅上野公園，伊上愛去，遐有出名嘅上野動物園、科學館、美術館，也有西鄉良性迄種激喙甲氣肺，遐梧桐生得真旺，是芥川龍之介定來散步嘅所在。大學西南面嘅悠悠記松林公園，伊也真愛去。即個松林也就是明治神宮，樹林攏是日本全國各地伊是來遮來種植嘅樹種，其中也有幾丛台灣再來遮種嘅大丛ヒノキ。按大學西北去2、3點鐘嘅路程，是一個叫做武藏野嘅平原，遮離東京市中心有較遠，還佫有一寡裝卡嘅氣氛。當然，若有較長嘅休困時間，就腳踏車踏咧來到武藏野嘅路裡散步，才會當看做幾片嘅樹林，連綿嘅田野，一簇一簇嘅村舍，規陣嘅牛馬，鳥仔聲是四界有，寧靜美也不離啊高，也無怪日本嘅田園作家國務田獨步。遐尼愛佇即個莊卡所在行踏，也寫真出名、真人知嘅武藏野。當然，忽然間想起國務田獨步嘅一篇凄涼嘅短篇小說，叫做《少年嘅悲哀》。迄篇文章嘅引述真互人腹腸蕩氣迴腸。心內澎湃，還是會爆彩。
荡气回肠，回气荡肠。你这种戏理词就是记载边那讲啊你，我看来荡气回肠。较早我是学的这个词啦，啊，不过我无较定。回气荡肠，看这就是你腹肚底滚架就对啊，这个概念。荡气回肠，即摆大家拢用 AI 甲你查，一寡字词就是真汉下的庄脚通，无意中伫咧一个特别僻静的林边，发现着一间草厝啊。这间草厝啊，不比其他的草厝啊，虽讲讲平淡无奇，但是伊的园却修整甲非常的整齐，又阁古锥。一个看到就互人猜想，这个草厝的主人一定毋是一般的庄脚做田人，凡是是退休的政坛的元老，或者是遁出世间的逍遥隐士，因为真好闲，当然就脚踏车囥咧，慢慢啊通去到迄个厅园的周围开始巡起来。来到迄个茶门前，忽然间看到一块无讲介兄目的茶板，用毛笔字写“芦花庄”三字，迄互当然大大误影起来，感讲这就真正是德不芦花的主体，迄个过一种自然与人生以及不如归去的大大出名的文学家。当然一时之间也杀无一个主心，特要脚踏车杀咧继续行，还是敲门求见这位心肝底已经望真久的文学家咧。就准讲伊无时间和当然来交谈，但是敢若来到因兜的门骹口，会当看一下伊的风采，也算讲是无拍算即届旅行啊。但是这到底是毋是伊想象中的迄个德不芦花呢？若准讲是巧合共名尔，敲毋着门，找毋着人，安尼毋着真正是真爱玉又阁无礼貌。想到这，伊就决定要先将这疑问查互清楚，才阁讲。所以伊就脚踏车杀咧，伫咧草厝仔附近来来回回。拄啊无偌远的所在，有一位做田人伫咧种菜头，伊就脚踏车等咧，行对迄个做田人，看到迄个人徛直直，等伊行近，当然就先开嘴甲问啊：这位先生啊，歹势，毋知后面迄位草厝仔敢是德不芦花先生的厝啦？当然讲咧，就回头记迄间草厝啊，是啊，就是遐啊。敢是写过迄个自然与人生的迄位德不芦花的先？我是毋知伊写过啥啦。我敢若知影伊是写文章的，听讲真出名，但不时就出名的人还是学生来到遮来甲拜访。敢若是真侪出名的人和学生来甲拜访，为怎又要放过即届会当拜访伊的好机会呢？当然心肝底咧想，就感谢迄个做田人，又阁甲迄台脚踏车塞去到草厝仔边。行迄个茶门，提心吊胆，又阁真兴奋，伫咧敲门。当然，伫咧茶门边等一久啦，无人来开门。门里煞有一点仔声音也无总无，伊就开始怀疑，敢是无人伫咧厝。为着要探查看卖啊，伊就踅衣裤来到后花园，来到后园，园里来探看，看到迄个草厝仔所有的门拢关条条，无甲一时会空拍。才确定人是出去啊，但是伊又阁毋愿意空手就转去。伊相信伊无偌久会转来。伊是我尔望会当看到德不芦花本人一面，含伊讲一声伊真介意伊的《自然与人生》这本册也好，所以伊就阁踅去到园的头前，找一张青树，坐伫树骹等。因为无聊，当然就开始回想《自然与人生》迄本册内底。对自然风景一幕一幕，真
真精幼，又搁真贴地的描写，又搁想起德布罗辉的另外一本册《杜温仔的音乐会》。伫咧即本册内底，德布罗辉描述伊安怎到莫斯科附近的雅庄去会见迄位撼动世界的俄国大文学家托尼斯泰，因为和托尼斯泰的交谈，互伊改变对人生整个的看法。为着要服从托尼斯泰的铁盒，伊一个转去到日本，就和伊的家后退隐到即个武藏野的庄下所在，过即种经做读册的参庄生活。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伊阁为着要促进世界和平和民族之间的互相了解，写批去予伫咧巴黎凡尔赛宫开和平会议的英国首相 Lloyd George 和美国总统 Woodrow Wilson， 而且为着即个宗教的理想四界奔波，全力拍拼。因为德布罗辉到俄罗斯看到托尼斯泰一面，全改变伊的一生。当然就随个联想起，毋知有偌侪日本人曾经也像德布罗辉，长途跋涉到雅庄去拜见托尼斯泰。伫咧当然无偌久以前，才读到一本英文册名，叫做《The Last Year of the Leo Tolstoy》。托尼斯泰的每一年，就提起着三位日本人的名，一个叫做柯尼西，一个叫做哈拉达，一个叫做米兹达基。是柯尼西先去找托尼斯泰，然后才写介绍批信，互其他两个人去找托尼斯泰。这是一本真古锥又阁真亲切的册，是由一个叫做博格高夫的德国大学生所写。尾仔，这个人伫咧1910年接受托尼斯泰的邀请，去到雅庄为托尼斯泰整理伊的文稿。按年初开始，到迄年年底，托尼斯泰过身为止。私底下偷偷啊，甲托尼斯泰每一日所讲的话一句一句甲记落来，是最近才由这个俄罗斯文字翻译做英文来出版的。这种无边无际的想象，当然忽然间想起到托尼斯泰伫伊过身的迄一年，曾经对台湾讲几句话。这个话也着伫咧这本托尼斯泰的最后一年的这本册内底出现，也就是1910年6月13日迄一页有写。博加国务有安尼记载。今仔日托尼斯泰真快活，真想要和大家开讲。伊甲阮讲，伊拄则伫咧读古布林的《咸溪》的时阵，可能毋是上尾讲。伊拄则伫咧读古布林的《咸溪》，袂当读甲煞，就甲册擗伫边仔。啊对啦，伊就对阮讲，我最近伫咧大英必可全书查看有关台湾的资料。恁敢知影台湾是怎样啊？台湾是日本无偌久以前才占领的一个海岛。讲你是达不时就去台湾，伊甲我讲真侪岛上的代志，恁想看觅咧？迄个岛上还阁有咧食人肉的代志呢，无毋对。除贝茨基讲了对啦，食人肉是另外一种文明的行为啦。食人族宣称因敢若食野蛮人，但是因所讲的野蛮人是谁呢？就是住伫咧别所在，以诡计来指击的其他的部族。讲完，托尼斯泰就阁继续甲阮讲，伊按即个日本人喙里听到的真侪物件。想到这，当然就深深感叹起来。为怎样台湾的代志袂当由台湾人亲身对世界上的人来讲呢？说必须爱按较早的荷兰人、过去的满清人、现主的时的日本人对外人去讲呢？假使讲托尼斯泰对台湾的认捌，敢若停留伫咧食人肉是民俗，
这是我呢啊，互人痛心扼腕的代志，痛心扼腕。扼腕应该是感觉可惜吧？是不是？这是我呢啊，这是我呢啊，互人感觉痛心，佮感觉可惜的代志。若准讲当然也亲像直布罗灰安尼面对同一时代，安尼伊会安怎向伊解说？要按倒位解说？也是见笑见笑，无话通讲。当然，终其尾也无看到直布罗灰，伊就满腹的败兴，伫咧夜幕垂落的时阵，转来到东京，夜幕低垂。当然，伊淡仔要等伊嘛，啊，毋过人无伫咧厝的啊，所以才会拢点点安尼啊，所以当然这有当中是算讲啥？我咧猜想啊，是东方白先生对直布罗灰的即个人的一个啥敬畏吧？敢袂啥你讲敬佩，所以自然以人生即种代志，有当阵啊，确实是看你安怎去看待吧。我是这样想。好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即个龙头山第2部曲第10章，台湾啊，感谢收听，谢谢，拜拜，再会。